提摩太後書1章8至14節，你不要以給我的主作見證為恥，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，總要按神的能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。神救了我們以聖召我們，不是按我們的行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，但如今藉着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顯明出來了。他已經把死廢去，藉着福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。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，作使徒，作師傅，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。然而我不以為恥，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，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和愛心，常常守着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。你要靠着那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，牢牢的守着。